4月底强降雨后，台南市一个稻米产区陆续传出稻粒病的灾情。立委郭国文、立委林俊宪团队、台南市议员陈秋红等人，16号下晡陪同中央甲地方的农业单位来到关田区会勘，了解农民朋友损失状况。这个海啊，这海啊，这海的，哦，这比我白头更加多。係啦，這幾種係啊。今日來回看的部分是咱的稻米吼，反正變成是切啊，這個部分變空包蛋啦吼。那有足儕所在農民攏咧反映啊，但是咱的切啊較無共的吼，甲一般頂的農作物較無共的是咱將伊攏有投這個農業的保險，而且是專業的補助啦吼，專業的補助。所以這專業的補助狀況之下吼，咱應該行保險的路線。過去也是作適齡的議員陳春紅表示。不只是關田有稻粒病災情，親像是六甲、下營、新營、後坪等地區，也攏是受災嚴重。希望農糧署會當將款補助，予農民好過日。我去看過來的所在，包括六甲啦吼，包括咱關田，包括阮下營吼，材料吼，差不多補助我攏補材料較濟啦，因為阮。當過去攏搶所以講哦，即個材料損失真正是非常嚴重啦吼。我是希望講咱農糧署這邊吼會當從寬啦吼，咱從寬來認定真正互咱這百姓吼，咱這鄉親吼有一個好的收成，有一個好的補助啦。郭國文強調，5月底到6月初就是收成期，依照現在受損的狀況來推算收率，根本連成本攏無夠。現行水稻保險出險認定是由前幾年本管產量為基準，但前一檔欠水停經，目前本管落來產量基準，對着農民是非常不利。繳公糧甲無繳公糧的計算方式無共款，佮加上過去咱的這個小根因為欠水的關係，計算的標準嘛會按緊各技術有了較低，這嘛愛要求官方重新來設計。農糧署副署長姚志旺表示，公糧收購有相關的規定，面對農民反映水稻保險採用基準，在正例收成期後，農業局甲區公所才會開始作業，在執行上會更加注意，並盡速計算出結果。記者張世維採訪報道。